是感谢吴鑫详细说明。再来看这诈骗案件抓袂离，来看台中有诈骗集团开一个文书的课，讲食的大的拢有包，骗人来引头路。但摕到口罩了后，才佫甲人关起来。这是受害者家己走出来报警才抓着人。另外，高雄一讲是抓着7个车手，拢总有4件拢是投资诈骗案。 叫伫角落的被害人，互诈骗集团抓出来了后，准备坐车离开。警方探访掠着在场4名嫌犯，破了一个假证债的不法集团。包吃包住的文书工作为噱头，先诱骗被害人提供人头户，再予以拘禁。 警方表示，这个集团以包遮包大的文书工课当作经济名义，骗取着求一只个人笑好了后，就甲人关起来。有被害者走去报警，这个集团才互掠着。伫个高雄嘛，共款掠着真济诈骗的车手。来到被害人徛在门口，本来约好双方面要交150万块的车手，看到警察赶紧走。嘛有另外一名女车手，甲已经互骗走81万现金的被害人约好，要搁再来交58万块。拄着卖货员警大声咧哀，诈骗真济，干那10号即天，高雄警方就掠着7名诈骗车手，查获5名诈欺面交车手。另外，针对辖内 ATM 提款机，采取高强度防治勤务。 也同时查获2名正在超商 ATM 提款车手。警方表示，这7名车手牵涉的案件拢总有4件，手法拢是假投资真诈财，嘛提醒民众唔通过来相信会当趁真济钱、稳赚无赔这种诈骗案，才袂互骗去。记者王刘天明、赵权台中高雄报道。